讲到2026年呢，是美国建国250周年，纽约要展示一粒全新设计水晶球。这水晶球呢，7月初是国庆公工会再出现，准备要来迎接建国的纪念日。总统川普也是伫咧这个佛州的海鸥山庄举办这夏年 party。 要拍卖100耶稣的画像，是以275万的美金标出去啊。2025年只要10秒钟，参加纽约时报广场的民众摕手机一直看云幕，并且大声地咧时间倒算。美国进入2026年，天顶也一个五彩的闪花，民众斗阵迎接新年。 另外，水晶球顶下边的云幕也开始播送美国开国以来历史纪录影片。We are doing one together outside of New Year's Eve on July 3rd, ringing in July 4th in the same beautiful style that Times Square knows how to do it. Again, a global countdown, ringing in July 4th specifically as a way to celebrate the 250th. 今年纽约市府换全新的水晶球，这粒由5200多片圆形水晶片组成的闪闪烁烁的彩球，7月初3会搁再来出现，这是从来唔捌有的，来欢庆建国250周年的活动。也纽约新任的市长曼达尼依照前地伫5夜曼哈顿已经无再使用的旧的市政厅地铁站宣誓就职，来确保市政伫法律上无过渡期。这日是搁再参加正式的公开就职典礼。 Blessed by God, completed her journey across the wilderness. 花火纪念碑伫跨年暗暝展示一场真盛大的灯光表演。灯光表演投射对1776年建国到进入20世纪的美国历史光影。今仔美国总统川普伫佛州的海鸥山庄举行跨年宴会，对着媒体伫问讲，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批评和平协议欠缺保障，所以拒绝签署的言论，川普是拢无回答。 川普宴会邀请艺术家霍拉布纳临时来创作耶稣的肖像油画。川普伫现场开价10万美金拍卖，并且讲会伫画作顶面亲笔签名，也会甲拍卖所得捐做自身的用途。最后，这幅油画是由无公开姓名的人以275万块的美金，大约代票8600万块标着。公视新闻张淑芬编译。